罗西亚反对派的领袖纳瓦尼的死因，即嘛是大家拢在热，而且伊死无偌久，伊的幕僚长福科夫就去互人攻击，伫咧徛街外口，互人用钢推啊甲攻击，身躯是全伤，而且伊受到攻击进前，才拄甲媒体讲，这纳瓦尼的死和普丁绝对有牵连。 Because we know that Putin does not only kill people inside Russia, he also kills people outside Russia. 会车讲完无偌久，就真做受害者。俄罗斯已经过身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的亲密盟友福科夫，昨日团做互不明人士用钢推啊攻击，身体真侪所在受伤。纳瓦尼发言伫网络指出，福科夫拜日暗时伫立陶宛徛街外口，互人讲破车窗，喷出去甲输了后，随去就互人用钢推啊拍，头骹拢受伤，已经送去治疗。 就伫伊受攻击进前，才接受路透社专访，控诉纳瓦尼雄死亡，甲俄罗斯总统普京有真大关系。Historically, Putin is weak because his regime is not based on institutions, on any like solid base. Putin's legacy will be very bad. 福科夫是纳瓦尼长期的支持者，捌做伊的幕僚长，也捌做纳瓦尼创立的反贪腐基金会主席。同款行为真侪摆批评普廷，加做莫斯科当局眼中钉，主要因为政治打压都去国外。立陶宛外交部知影福科夫互人攻击了后，表示真着惊，强调做这代志的人一定要为犯罪行为付出代价。警方咧追查凶手，目前也毋知影嫌犯的身份甲动机，是毋是甲俄国政府有关系？公视新闻齐婉玲报道。